服啦，我人不舒服啦，嘿呀、那个叫那个叫什么痛，我忘记了。哦，人不舒服。哦，我也想笑，笑不出来。不是感冒。哦，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反正睡觉就没办法睡好，翻来翻去阵痛。那个吴克群，好好聊天好不好？如果你再骂一次脏话，我就把你封锁哦。庆贤哥晚上好。哦，目前没有卖东西哦。阵痛就是要生了，我有小鸡鸡的人哪会生啊？槟榔很少吃，一天50块，好不好？哦，一天50块，有时候有吃，有时候没吃，一天槟榔50。哦，大家是互相的，我开直播就是因为跟你们交朋友。哦，也不要去影响别台做生意，说要找天风哦，要找我来这边找我，好不好？按赞设定追踪抢先看。跨年没节目，好不好？工作吧。我刚才在阿仔那边是说封锁可以解开，但是你们有时候讲话不要太夸张，像那个什么吴克群还是什么群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像这个就不对了，好不好？一进来跟我说这个，这样谁受得了？对不对？你们也受不了嘛，对不对？来，那个伟哥，黄俊伟大哥，晚上好。洪振岭，封杀小，来，请问我有封锁你吗？没有吧？我看得到你打字嘞，好不好？谢谢啊。哎呀，好了，吴克群，我没有必要跟你讲话，我也没有必要对你这种讲话没有礼貌、不会尊重人家的人讲话。哦，谢谢你，来刷赞刷爱心。哦，刷赞刷爱心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吴克群，你那么喜欢干，你慢慢去干。哦，我直接送你一张机票哦，来，拜拜。哦，我有警告了，不是没警告你，封锁你。哦，就封锁了，不会再解开了。哦，我有给你机会，不是没给你机会。哦，你那么爱干，我就把你封锁就好了。好，你慢慢干。来刷赞刷爱心，谢谢你们。峰哥晚上好。那个大大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哦，我还记得你哦。来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哦。哦，我开直播就是带给大家欢乐，就是聊天聊聊天而已，让你们看得到。天风还有直播，虽然他没有卖东西哦，但是会跟大家互动聊天，对不对？
啊，没有必要泡，好不好？天风晚上好，在打在，哎在。那个林宏哥，没事啊，不用理他哦，我把他封锁了，不用理他，林宏哥，谢谢了哈。哦，林宏哥没事的，没事，哦，不用理他，来刷一整排赞跟爱心，谢谢你们，哦，谢谢你们，好不好？雷大哥，好久不见，哎，雷大，那个雷大，我有加你 IG，你确认一下好不好？一个英文名字的我 IG，我有加你 IG，雷大，谢谢你，天风加油，坚强，谢谢谢大哥哦，谢谢哦哦，这样大家聊天是不是很好？不要泡嘛，哎呀，风 W，你去看一下凯拼前天直播讲的话好不好？不要再问我，好不好？来啦 W 啊，峰哥这个月5000给了没？来，请问一下，你要帮我给吗？没有的话，不要再问我，一直欠人家的钱，什么时候要还了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你觉得我没办法还，拜托一下，你每个月帮我还5000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哎呀，好不好？不要问一些无聊的话，好不好？来，雷大，好久不见哦。好了，K 大，你朋友是谁啊？你朋友？拍谁啦？我老杯死掉了啦！啊，我也刚吃饱了。你们有的人哦，讲话没有经过大脑，没有经过脑子，我根本不想回复他哦。我当成隐形人在打字，我根本不想回。你说今天你跟我互相，我还会理你。哦，你在那边攻击三炮两炮，我不会理你，我当做吃字，隐形人在打字，我没插小梨。哦，我如果理你，我就跟你一样，我是笑诶，哦，我是笑诶。来，明君厉害，来，谢泽瑞厉害，来，张庭伟大大厉害。没有哦，我没有大伟哦。哦，暗路的可以出去的哈、哦，你不喜欢看你就不要看去啊。哦，方贵德，请你不要按怒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互相尊重好不好？来，张庭伟大大你好哦，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哦。好了，不要谁来攻击我，骂我干你娘，被我封锁，然后在朋友那边求什么解锁什么的，没有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K 大，冷静，不要再刷存在感了，谢谢你。你今天生日，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生日快乐。
最近过得好吗？哦，三餐吃得饱就好。哦，谢谢。来，英好利贺。来，J 大，我个人的事情，啊，这我私人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不要问我，我个人的私事没有必要公开啦，好，我也没有必要跟你报备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啊，好，这我个人的事情哈，我不方便讲太多哦。我再讲一次，很多人全部都已经解锁了。来，庄毅我厉害。跨年没有去哪里玩，好不好？打火机去外面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个不要一直刷存在感哦，我看不到很多人打字。封仔干嘛封锁我朋友？我就解锁了。我刚才不是说我在阿仔那边说解锁了吗？来，小胖大大你好，目前不会卖任何商品。我是晚上没有睡，因为胃溃疡，好不好？胃溃疡，这样好不好？跟大家报备。对，不是我笑不出来，胃溃疡，OK，胃溃疡，打火机去莱尔富全家便利商店7都买得到。
胃溃疡不是胃溃疡。峰哥，好好休息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王大，不要再刷存在感，好不好？你一直刷，别人打字我都看不到。对，可以吗？不要再刷存在感了。林义中的讲啥话呀？林义中，你在讲啥话？听无啊？歹势啦，哎呀，刘浩宇，哎呀，歹势啦，哎呀，来说明金大之力的镜头误误的哦，靠背啊。他来乱的为什么不封锁？对不对？一堆人一直乱，我都没讲话嘞。我绿的，因为你讲的是干话啊，你讲干话被封锁，刚好哇，好跑去别人问，他先锋骗你，把你选了没？他干你什么事？我绿的，
我有欠你钱吗？没有吧？你跑去别人那边问说，对方欠你的钱还了吗？这个月给了吗？对，那很好笑，又不是欠你，对不对？没有在出正头哦，没有在出正头，谢谢啦，真汉容易了啦。那个黄记者大哥，你不喜欢我可以不用看没关系哦，谢谢哦，谢谢你，等会感谢你，你若无介意我，我卖看好啊，好无？就是不简单的选择。我无个大汉，啥物拢无。我是咧甲你讲，你若讲我即个人，你个人讲，甲我看着，等我即个人，即个卖看好，无一定爱一直咧看我的直播，好无？我看袂晓我啦，真是啊要看我直播不会少一块肉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啊。那我说晚上好，我不可能就封锁人家。跟我说晚上好，我不可能莫名其妙封锁人家。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谁哦，我从头到尾没有说谁哦，我从头到尾我没有说谁哦。今天有卖三文鱼吗？八文鱼啊，没有三文鱼的八文鱼送你吃啊，去那个海边就抓得到三文鱼了，就没有卖啊。忍不住了吧？忍不住自己去解决呀、忍不住跟我讲干嘛？我不是女生，哇！你忍不住自己去想办法解决，OK？你忍不住，你跟我讲没有用，对不对？我你搞我讲无效，我唔是查某的啊，对吧？哦，陈武啊，谢谢你耶，嘿呀、谢谢你，哦，谢谢你呀、陈武，谢龙112，晚上好哦，不你自己去解决啊，你跟我讲干嘛？
对啊，我哑巴啊，好，拜拜。来，去上课，去上课，晚上好，去上课。好了，各位，直播先关掉啊，看怎么样再说了，哎。